因为妖花有经设案，爱用伊做本身徛起的所在，讲这是我永远休困的所在。我要踮伫遮，因为是我所喜爱的。我要互伊的美牛丰盛，我要用食米互伊的送养人教业。我要互伊的祭司穿救恩做衫，以成的百姓要出大欢喜的声。我要互大笔的角伫遐发生。我为着我的受抹油的备办光灯，我要互伊的对敌穿见效做衫。总是伊的冕旒要伫伊的头壳顶发出光。请咱来吟圣诗第256首。耶稣圣会上帝设立。请咱起立。耶稣圣会上帝设立，献出恩典慈悲，也伫姊妹。当心自己，这小乐吟诗，上帝在早要做天地，先期待先定着，对主耶稣拣选先会，永远深深听惜。求主降生老会赎罪，公路极大无比。上帝的行听小圣会，永远给人无离。诚心诚诚赞咱的心。心主已化坚固，忍耐那大，咱那唱，大家日日进步。咸菜路中拄着危险，恳求上帝照顾，虽然经过。最困别，我可天被保护。到尾的先稳当上天，圣会就拢交真。到了上帝高万万年，永远永续严根。请咱做伙来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，死埋葬，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，上天，打一日全能的父上帝大平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，请坐。启文第19篇，万军的统帅上主啊，我乱无上主的殿院到昏去。
万军的统帅上主，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！赐叫我伫你的正单边做寿。囝的寿，徛起伫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。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。因经过大扫山谷，变做泉源。因哪行哪有力。万军的统帅上主啊，求你听我的祈祷。保护我的上帝啊，求你眷顾。伫你的殿院点一日，我宁可伫我的上帝的厝过门，因为主上帝是日头，是盾牌，伊予咱运惠甲阳光。万军的统帅上主啊，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。请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要感谢俄罗主你的听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设立桃园教会伫这个桃园的地区134年久。主啊，阮知这是主你的恩待，也是主你的恩典。主啊，阮的教会恳求亲爱的圣神由原来加倍充满祝福，也帮助阮，互阮的兄弟姊妹会记得，互这个教会爱真做团体的教会，真做社区的帮衬来迎神益人。亲爱的主，阮也求你怜悯赦免阮的罪过。检采过去有侪侪的拆离、无合一，侪侪无下主旨的罪过真多。主啊，阮恳求你怜悯赦免阮的罪过，就着主耶稣基督宝血来洗清阮的罪过，撤销一切过失，除去一切咒诅无下主旨的罪。恳求亲爱的圣神充满阮、保守阮、带领阮。主你圣神引带下面，互堂教会有得到主你的竞选，也有洪志牧师、西浩牧师、正峰牧师，甲光世传道。主啊，阮感谢主的恩典，恳求亲爱的圣神也加倍充满祝福阮遮的出去，遮牧者，拢有主你的圣神坚固因的手所做的工。亲爱的主，阮特别为着阮堂教会牧者、根治牧师甲这个正义传道的服侍，也恳求亲爱的圣神加倍充满祝福，也主你的圣神也加倍充满祝福。伫阮的长老、执事、阮的团契首长、阮的区长、组长、阮的服侍，恳求圣神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。亲爱的主，阮为着病痛兄弟来献上代祷。恳求亲爱的圣神来帮赞，互因有信心来祈祷伫主你，来仰望主，主你呼求，恳求主你施恩来怜悯伊的因，也恳求亲爱的圣神保守带领阮今仔下早聚会。主啊，圣神帮助阮，透过阮牧者的勉励、提醒，互阮爱合一、三听，也愿阮的所做，拢会真正为着要荣耀主你来行。祈祷感谢，奉耶稣基督圣主名来祈求，阿门。圣经，请咱来看以弗所书的第4章第1节
到第16节。圣经伫以弗所书的第4章第1节到16节。所以我踮伫主最受烦的劝恁，惊代志着合所做的调，凡事谦顺、温柔，用吞忍、伫仁爱、三宽容，用和平、三结连，伫以守圣神所守事的合一。因为体一个，神一个，亲像恁受调的愿望也是一个，主一个，神一个，洗礼一个，上帝一个，做正人的爸，伫万有的顶面贯穿伫万有，踮伫万有的，总是用恩典，互咱逐人是照基督恩赐的分量。所以讲，伊升悬的时，就掠遐受掠的，也将这个恩赐分互人。但既然讲伊升悬，兼毋是伊捌降落伫地位嘛？迄个降落的，就是迄个升悬伫这个天的顶面的，要充满万物。伊所守事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甲先生，为着要互圣徒招庇，来做采用的工，起造基督的身体，直到咱正人得信以及捌上帝的囝来合一，到成一个完全的人。到得到基督的充满来成长迄般，要互咱无搁做囡仔，互逐样假实的风摇拽漂流，中着人的诡计甲瞒骗，直到互人插标伫伊的法术，是踮伫仁爱，讲话真实。互咱伫万项渐渐大，到伫迄个最头的，就是基督，对伫伊全身结合联络，就是对80的三接应，照逐体该练的运动，直到全身躯若中大，伫仁爱，家己起造。愿上帝赐福听伊话，搁去行的人。学导，请圣乐队今仔要学导的诗歌是为着主的荣耀。
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汤教会生日快乐！嘛，甲咱边人讲生日快乐。请会记的哈，唔通对即间老仔厝对伊讲生日快乐哈。咱就是教会，咱就是教会集体。今仔日咱一只通过礼拜庆祝教会134周年。虽然讲无讲真盛大，或者会庆祝，也是办啥物款的活动，总是咱有缘转来到上帝话来明白，上帝伊冤起头设立教会的目的是啥物，以及伊对咱的呼召是为着啥物。今仔日的中间，牧师讲到了后，嘛邀请一寡同工来为着咱的教会的集体。每一个阶站，每一个年龄来一只代祷来祈祷，中间嘛邀请儿童甲青少年一只来献诗，表达对上帝的感谢。相时牧师嘛要来邀请咱来进行一个活动。等下祭司会报告的时阵，我会邀请青少年将这个爱心的便利贴分予咱，然后。将恁感谢上帝，过去一当感谢上帝的话，写伫顶悬。啊，你问讲牧师写几个字？差不多20字就好啊啦。无叫你写报告啊，写论文，写感谢的话就好。然后你写了后，有几个青少年会摕即个爱心的板仔，你写了你就举手，啊，伊会帮你来收集起来。咱将咱对上帝感谢的话来甲收集起来。来献给上帝，安尼好无？无啥上袂的感觉，安尼好无？继续分享大声，咱做来感谢。天父上帝，既然前这个信仰的前辈，一代过一代，将基督的信仰。传承予阮，你互汤教会设立一只有134周年，总是今仔日，我们通过这个礼拜，通过主上帝的话，倒一摆来回头明白，主你设立教会的目的是啥物，以及你为啥物要呼召阮三个组织。主上帝通过今仔日的经文以及分享。求主你收赐阮亮光，互阮启示，互阮明白。愿安尼向你祈祷，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每一当教会拢会提出每年度的即个目标甲计划，对无？教会会使有目标，啊，咱为着即个目标会来准备思想即个计划。总是不管教会目标是啥物，咱安那计划，教会有缘爱是教会，教会有缘爱是教会。今仔日咱若是为着完成某一个目标，结果教会变成无啥像的教会的时阵，咱安尼检测就是咧计划，互教会变成毋是教会，成做一个目标。所以不管咱的目标如何，咱计划如何。教会有缘是教会，相共款，地方教会会使有家己的特色，会使有家己的文化，有无共款的这个作风，总是不管安怎无共款，有缘是头我迄句话，教会有缘爱是教会。长老宗的这个创始者约翰加里文，伊对教会的定义是啥物？伊对教会的定义是啥物？哦，这是。华语、中文的，咱做伙来读好无？请。约翰加里文伊讲啥物？当一个所在。遐有圣经真道，有人宣讲，有人听，然后伫迄所在有人去举行圣礼典，是照耶稣基督所驾驶安尼来行的时阵，
遐就有教会，对无？总是搁较重要的是，约翰加利文讲爱合一，爱合一。这个合一是啥物意思？这个合一就是讲，咱的信徒会当同心合一来顺服圣经真道，然后照安尼来行。这个合一讲的就是信徒会当同心合一，做伙祈祷，来追求信心，互咱的感动甲启示。这个合一讲的就是信徒同心合一，顺服主耶稣基督，成做教会的头。所以这个意思是讲，今仔日一个所在有牧师一只用圣经，一只讲道，然后照时间、照安排，一只举行圣礼典，总是咱无要照上帝话来行，咱无要顺服官兵，咱无要祈祷超出上帝信心互咱的感动的话，安尼教会就无合一，教会就无合一。啥安尼无合一？咱无顺服，无要听上帝的话来行的时阵，咱就无法度甲主耶稣基督成做一体，也是讲合做一体。所以咱的合一，毋是到咱兄弟姊妹合一，咱来得甲啥合一？上帝特别是啥？特别是啥？主耶稣基督。伊咱常常讲，咱是基督是咱的头，咱是基督的啥物货？身体。所以毋是讲兄弟姊妹合一了，咱得甲啥合一？甲主耶稣基督。旧约有一个事件，或者巴别塔，对无？巴别塔的人哦，真合作啊，真合一啊。因的语言都相共款啊，因都有共同的目标啊，对无？起一间足悬的塔。总是因的目标是啥物？因的目标是啥物？要荣耀家己啦，要家己做上帝啦。所以今仔日教会会使有家己的特色，有家己的文化、家己的作风，甲别人无共款。总是咱犹原爱互教会，互伊犹原保持伊是一间教会，有真理的传讲，有守圣礼典。然后，甲一主耶稣基督内底来成做一体，安尼就当来成做教会。然后，咱的教会不管办啥物款的活动，拢是照这三个记号、这三个标准安尼来行。意思就是讲，咱一教会所行所做，绝对袂去违反圣经真理所教示的。咱的所行所做，咱绝对会成基督，超做上帝通过信心。互咱的感动，咱不管啥物代志，咱绝对爱转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头前，因为伊是教会的啥物话的头。请问，咱大人敢有对教会有期待？对教会有期待，请举手。好，手放了。啊，请问，你的期待甲伊的期待敢有相共款？你敢有共款？我期待教会安怎？啊，你期待教会安怎？然后收集起来，来到中州会，甲牧师报告讲，牧师，这是阮的期待。你会当笑出来不要紧啊。咱大人拢会当对教会有期待啊。总是咱有当时啊，做这件代志的时阵，咱来回想。是咱竞选上帝，互伊来做咱的上帝，所以咱对上帝讲，上帝我对教会有期待，啊是上帝呼召咱成做教会，然后上帝对教会有期待，是对一种，是第二种嘛，对无？咱常常讲对教会有期待，总是咱来转来到是圣经来问上帝讲，主啊。啊，无你对教会的期待是啥物？通过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，信心感动和保罗的这个中间，上帝对教会的期待是会当达到基督完全的程度，达到基督完全的程度。
请问咱的圣经顶悬哪写？咱的圣经顶悬哪写？来，无咱来读即个中文的嘛吼，一个是和合本，一个是新译本，咱做伙来读，请。满有基督长的身量，或达到基督那完整的境界。哦，保罗写的文绉绉的，这到底什么意思？其实就简单啦，就是咱平常时咧讲的啦，爱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啦。但咱边仔讲，爱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，这就是今仔日上帝呼召咱三甲组织对教会的期待，就是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。今仔日为着要互教会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，安尼教会设立一个地面上的目的，就是有装备、有训练、有优次。因为无通过装备、无通过训练、无通过优次，咱袂自然而然活出耶稣基督的这个款式。咱无可能自然而然就活出基督的这个形象，自然有基督的香味。咱爱受装备，爱受训练，爱受这个磨练。上重要的是，咱得爱互通过咱的耶稣基督的形象，互来到咱中间的这些新朋友、无道友，知影一件代志，就是耶稣是咱唯一的救主，独独通过伊的名来受洗，才通得救。其他的所在无拯救。上时嘛要互咱知影讲，建立这个教会，是要互咱知影讲，属灵的价值观甲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无同款的。总是回头无需要问，咱要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，敢有简单？敢有简单？无简单嘛，对无？因为咱人敢有这个软弱，敢有这个需要，咱对付遮都袂赴啊，对无？所以教会存在伫地面上的目的之一，就是咱爱操练上帝的同在。咱边仔讲，咱爱操练上帝的同在。亲像真侪圣经里尾是共款哦，上帝神若无要甲伊同在的时阵，常常迄个人就开始行歪错，跌到沉沦。在王记内底，扫罗王对无？扫罗王一开始上帝神敢有甲伊相较低地？有啊。结果后来上帝神离开伊了后，伊开始安那？行歪错，行歪错，最后沉沦。总是圣经内底嘛有描写讲，吼，有个人若想要甲上帝结亲近呢，总是到最后嘛是因为家己的私欲来跋倒。这记载是新约，请问有啥对耶稣、对撒旦，然后解出卖啥？犹太嘛，伊甲上帝结亲近啊，亲近到这个程度，犹原互伊的私欲安那较赢过，较赢过。所以咱必须爱伫这中间操练主上帝的神，甲咱同在。总是要操练，牧师要来讲的是，要操练的第一步就是你爱大声来到教会。但你爱边人讲，你一定爱来教会。啥讲？我爱讲，你若念伫教会内底，都无法度操练有上帝同在。你出去外口，也是你家己一个人的时阵，有哪是无法度？有个人会甲我讲，牧师，无啊，但是我家己一个人的时阵，我拢感觉足平静的啊，我拢感觉有上帝甲我同在啊，吼，啊，我只是一拄着人，就无拄好，甲伊冤家，甲伊冲突安尼尔。奇怪，你的上帝哪才无效？你家己一个人的时阵，就拢甲你同在，啊，拄着人，上帝就走去，互你无拄好，互你冤家，互你有冲突。今仔日教会，就是一个有人存在的所在。当咱三甲组织的时阵，咱毋通去夺舍上帝要通过，互咱彼此一只磨合、彼此熟悉、彼此认捌的这个机会。今仔日你若夺舍来教会受操练，
互主上帝伫咱的中间来帮助咱和好，帮助咱互相尊重的话，安尼我要来讲的是，你出去外口，愈较是无可能，愈较是无可能。因为你教会内底，你较送有冲突、意见无共款的时阵，咱会当讲来，咱做伙来祈祷，来，咱做伙来看圣经。但是今仔你出去教会外口的时阵，你敢有法度甲外口人讲安尼？你敢有法度？今仔你若是无大成一教会合适主上帝的同在，要安怎甲你彼仔的兄弟姊妹、主内底的遮的家人？你有法度甲伊做伙的时阵，你愈较毋免讲，你出去外口有主甲你相甲伫地，无保证你出去外口常常甲人有冲突。啊，若有冲突的时阵，咱敢有见证？无见证，敢会当互人看起主耶稣基督的形象？安尼就看袂到啦，安尼会看袂到。所以今仔日咱操练主上帝甲咱同在。是要互咱兄弟姊妹伫这中间做伙来长大，做伙来成熟，这就是上帝设立教会的目的。今仔日有人的所在，本地就是有问题，因为咱彼此就是遮尔无共嘛，对无？有偏见、有冲突啊，对彼此有这个误解啊，这真正常啊。总是今仔日你讲啊，我为着避免甲人有冲突吼，甲人有辩论吼。我捌来教会啊啦，反正即马电视足方便，手机啊嘛足方便，对无？你敢会当开迄个啥物会 ？Good TV 新眼光，然后家己一下听讲道，一下灵修，一下敬拜学了，你敢会使安尼？你让家己操作嘛，对无？你会使家己操作嘛？我家己一个人一下听讲道、灵修啥物会啊？总是我要讲的是，当你家己一个人一遐来面对上帝的时阵，你拢无爱来教会的时阵，你就毋通讲，啥我破病的时阵拢无人知，我破病拢无人来甲我探访，无人来甲我关心代祷，我拄着困难的时阵，无人要甲我帮忙，啊是丧喜事，吼，我在都加开钱、加开时间，替咱去创遮个代志来计划，来即个准备。来准备，但是讲到这，咱爱注意哦。牧师讲这，毋是讲你来教会是为着这个方便甲好处，毋是为着这哦。牧师真正意思是讲，咱人拢有软弱的时阵，对无？拢在互人陪伴扶持的时阵，对无？你敢有需要？啊，你边仔人敢有需要？这牧师的意思是讲，当别人有需要的时阵，你伫倒位？我家己一厝灵修啊，我过了则好啊，我则安静的，则平安的。安尼讲知影牧师的意思啊？当你无来的时阵，你是要啊去行动，去做听的这个行动。总是咱嘛爱回头，教会爱回头来反省，来检讨。今仔日教会啥会变做一个，互人无想要来的一个团体？咱教会爱反省，啥人无想要来？啥人讲啊？我来到遮无安全感，我对这个所在无归属感，没有归属感，啊是讲我对这个所在无认同感。其实咱教会嘛爱反省，拿来检讨讲，啥会变做安尼？我想，都接续落来的神学的这个议题，一个神学议题，咱做来探讨，啥会变做安尼？来，咱今仔日所读的这个经文，第一句是啥物？第一节是啥物？哇，咱拢袂记。来，牧师读我的版本啦，吼。保罗伊一只看免以弗所教会吼，就是咱今仔日读的这第一节，又讲到，既然领受上帝呼召，行为就符合伊的呼召。来，咱做伙读一解。既然领受上帝呼召，行为就符合伊的呼召。啊，咱要符合上帝的呼召。咱大声好，毋免，我读了啊，感谢。
咱来思考看卖啊！啊，既然上帝甲咱呼召，佮爱咱符合伊的呼召的时阵，啊，啥物会互做呼召？请问咱回应呼召，只是每一个礼拜日来到教会完成一场敬拜，安尼就是回应呼召嘛？上帝毋是咱的头家，啊，咱嘛毋是亲像员工，拜日的时阵来到教会完成一寡的工课，毋是安尼，毋是安尼。上帝对咱呼召，毋是讲好，咱基督徒每一个礼拜日，就是另外上帝的工作日，上帝的上班日。然后咱基督徒哦，我们要来礼拜堂做事工服事，把它做完。我要讲的是，上帝不是呼召礼拜日的你，上帝不是只有呼召礼拜日的你呀、也不是要你来做一大堆的工作，想讲哦，我直接付出我的才情、我的温书、我的精神体力，然后上帝就当特别来祝福给我。那是一种对价关系，那是一种对价关系安尼。其实上帝无要爱咱安尼，上帝无要爱咱安尼，因为咱若是安尼照安尼的思考落去行的时阵，其实这甲上帝要一主日，互咱得到安息，有真大的冲突，对无？上帝是爱咱一主日来到伊的面头前，得到安息。啊，总是我要问的，来，咱中间的中日有你做工的，恁讲真正有得到安息？我讲实在的啊，恁讲真正有得到安息？有人偷笑嘛？因为这无用啊，一直服侍啊，啊压力遮大，遮紧张的啊，对无？其实咱主日冤起头，主日来到教会服侍甲做工，并毋是咱做啥物，是咱兄弟姊妹相甲组织，互上帝有机会伫咱的性命，伫咱的身躯顶来做工，来动工。会记得咯？来教会做工是咱互有机会，互上帝对咱来动工。啊，咩啊动工？咩啊动工？请问咱兄弟姊妹敢会互动？敢会互动？会吗？我有当时啊，看迄咱的摄影平安礼，咱有的人无啥有互动啊，无啥有互动啊，对无？我们也会互动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敢会讨论代志，敢会讲代志。上帝要动工，其实上帝动工就是通过咱彼此之间的这个互动、这个活动，操练咱这个代志，操练啥代志？彼此谦卑啦，彼此尊重啦，彼此和睦啦。安尼知影我的意思无？通过安尼，互上帝伫咱的身躯顶来动工，然后通过咱会当彼此谦卑、和睦、尊重的时阵，咱就要来大成来合一。当咱有安尼合一的时阵，咱才会当甲上合一。主耶稣基督来合一。今日教会若会当学向合一，就是甲上帝来动工。佮呼召就亲像头我讲的。咱的呼召毋是咱主日来到礼拜堂做工课，上帝毋是呼召礼拜日的咱。安尼讲听我意思，礼拜日我属于上帝，啊拜一甲拜五咱属啥？有的人是哦，上帝呼召礼拜日的我，然后拜一甲拜五，我转去到原地上班做工课的所在安那？为着上做工课，为着这世间的公司甲头家来做工课。我要讲的是，上帝毋是呼召礼拜日的你，上帝呼召敢是全人的，是不是全人的呼召？上帝呼召敢是全时间的？来，咱若边人讲，上帝的呼召是全人跟全时间的。所以咱毋通讲拜日来到礼拜堂来到教会一个行，啊拜一到拜五出去到外口安那？迄恁讲的哦，倒一个行。
上帝是呼召你全时间，你的全生命，你的全人。所以真正的呼召，无你分主日还是平常日。然后咱爱保持住耶稣基督的形象，是因为上帝会通过咱来继续伊的呼召。注意听这句话，上帝会透过我们继续他的呼召。请问咱教会大使命是啥物？传福音对无？啊！你今仔日出去无见证，你要传福音，上帝要通过你继续呼召别人来认捌耶稣基督。所以会记住，上帝呼召你来教会，也呼召你回去到你做工课，回去到你的家庭，因为上帝要通过你继续呼召别人。佮进一步来讲，咱爱互别人对咱的生命来看起教会。咱互别人对咱的生命来看起教会。你可能问讲，牧师，教会毋是一群人吗？我敢有一个人，人是要对我的身躯顶看起教会。其实这句话意思是讲，互人看起讲你安怎甲耶稣基督来合一啊？你安怎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？今仔日。咱教会的宗旨也是领袖，咱常常拢会一直邀请咱的信徒也是会友，你来做工哦。我互你担任啥物款的职务，你来服侍哦。有无？咱的中职群拢有常常安尼一直同招嘛。啊，总是咱信徒也是会友，咱会回头讲，啊，恁着一是咧创啥？是啊，这也做无好。啊，然后信徒会友就开始嫌这，啊，你服务无够野，无够啥物货。咱会发现讲教会有即种现象无？中职群一直咧派工课，啊，会友一直咧期待讲中职群有好的表现、好的服务。我要讲的是，今仔日教会若发生安尼的问题，咱真正对即个呼召有真大的误解啦。爱听我意思无？牧师中职派工课邀请你来侍奉，然后会友讲恁的服务一点都无好。教会那是安尼，咱敢会误会上帝对咱的呼召？咱敢会误会上帝对咱的呼召？信徒绝对毋是中职的员工。总是信徒家己嘛袂当诚做消费者，也是讲观众。今仔日上帝设立教会伫这地面上的存在，是要互咱学习一主耶稣基督诚做一体。咱要诚做即个一体的迄个一，那个一，迄个一讲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。迄个一，就是咱共同同心合一。顺服圣经真道，顺服主耶稣基督做咱的头，做伙同心合一，通过基督来超找上帝的心意。这才是教会存在的目的，这才是上帝呼召咱的目的。总是咱拢想过无用，这个代志开始拢无去注重着。既然要达到耶稣基督内底合一，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，咱会发现讲，照今仔日的经文，主耶稣嘛收束真济的文士，伫教会内底。来，除了咱的圣经，咱来看 PPT 顶悬。耶稣基督收束教会对几种文士，有啥物款的角色？咱来读，请。先知、传福音的。牧养的、教导的，对。咱会发现讲，即几个角色、即几个文士，因所使用的，就是一个共同的语言。因为因逐人教示、甲人有志、人装备，拢是用啥物话？上帝话，就是圣经真道。啊，总是你会讲。啊，既然拢用圣经的话，用上帝的话，即人装备、人训练，何必分遐尼侪款人？何必分遐尼侪款无共款的文士？
咱安尼来比喻啦吼，请问牧师一届讲台顶的讲道，以及牧师伫带训练，甲去病院去厝内底甲你探访，请问一个无共款的场合，牧师会用相共款的语言来甲你接待吗？敢有可能？讲台顶有讲台顶的语言，训练的时阵有训练时的语言，对无？啊，病院的探访、家庭的探访嘛有无共款的语言，对无？牧师都讲较清楚，牧师会用讲道迄种最严肃的态度，甚至要人责备人骂迄种态度，去到病院谈探访吗？牧师会去陪伴丧假的时阵，啊，只无正经，只讲生笑吗？要嘛，对无？所以咱发现讲，主耶稣基督伊的话，其实会照无共款的调合以及需要，会使用无共款的语言。咱发现讲，上帝话有严肃的对无？啊嘛有轻松的所在，有活泼、有警醒的所在，嘛有安慰人的，有扶持人，有人劝勉的，有人责备，有人扶持的，真济啊！白白拢是上帝话，总是敢有照无共款的调合甲需要来使用，敢有？今仔日上帝检采无呼召你起来讲道，总是上帝有可能会呼召你，达人陪伴，达人讲安慰鼓励的话，敢有可能？上帝嘛有可能呼召你来带动整个教会气氛啊，对无？甚至上帝嘛有可能呼召你，啥物话都毋免讲，你著安静，坐一人的边仔人陪伴就好啊。这嘛是一种语言啊，对无？所以咱来想看卖啊，今仔日上帝授予互你啥物款的文书，要互你使用啥物款的语言，你伫教会使命是啥物？上帝敢有互你安尼文书甲才情？今仔日，咱知影讲上帝呼召咱设立教会的目的，是要互咱活出耶稣基督的这个形象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在教会内底，也是在这个世间，无迄种完全亲像耶稣的人，没有那种完全像耶稣的人。总是今仔日保罗所讲的，爱达到基督完成的程度，这绝对是教会以及咱每一个信徒的目标。所以我要讲的是，既然无人会当完全亲像基督，那安尼，咱毋通伫教会内底敲找偶像，咱嘛莫伫教会内底制造偶像。什么叫做偶像？什么叫做偶像？一个上帝以外你崇拜的人事物，叫做偶像。教会内底敢有信用较好的人，敢有最有见证的人？啊！但是你不时呾抱，啊不时呾学了，到底是对伊好啊歹？哎，听我意思无？听我意思无？咱基督徒毋通有偶像，但是咱的心内绝对有一个名称啦。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明星呐，迄个名称是啥？主耶稣基督是咱内底的名称啦。伊是咱心内上好的这个款式啦，他是我们心里面最好的榜样。所以咱毋通诚做偶像，毋通制造偶像，但是咱爱敲做主耶稣基督，诚做咱真好的款式。这个款式是啥物？今仔日圣经嘛有写着啊。主耶稣基督，伊若是无降落谦卑来处人的形象，然后面对苦难甲死亡。伊是咩啊？会面对割瓦甲上天，对无？所以教会也是咱基督徒面对苦难甲十字架，是咱每一个人一世人拢爱来面对的这个功课。所以咱爱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，来到教会，不管是面对人，面对咱的服侍甲事工，咱拢必须爱谦卑，咱拢必须爱谦卑。学耶稣基督的款式，忍耐到底，服侍到底。我相信
通过上帝所安排予咱遮的试炼，也是甲挑战，信心绝对会伫这个中间来操练咱的心智，甲咱的灵性，互咱伫主耶稣基督的听内底，以及伫兄弟姊妹的包容内底，咱做伙来成长，做伙来成熟，最后咱就会当成做一体，伫耶稣基督内底成做一体，然后甲送成做一体，甲上帝甲主耶稣成做一体。当咱合一的时阵，教会才会当活出主耶稣基督的形象。阿门。为着安尼，牧师有邀请几位同工来为着教会每一个阶层、每一个年龄的人来祈祷。大声，牧师来讲这个次序，有邀请为着儿童、为着青少年、为着社青、为着这个新家庭、为着兄弟姊妹、为着商人来祈祷。这点，咱做伙同心压头，咱邀请乐师来为着儿童来祈祷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让我们桃园长老教会的主日学能够一直持续到现在，让我从小都能够有个快乐的主日学生活。求主赐下智慧给每一位主日学的老师，在教导我们的时候，有圣灵的同在，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，同时也看顾来亲近神的每一位小朋友，让他们感受到主的爱。求主也让我们的家人朋友能够有机会来认识您。小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咱接续来为着青少年的祈祷，咱邀请应璇来带咱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在100多年前差派了你的仆人马街博士来到桃园宣教，为我们这块土地开启了福音的工作。主，感谢你，因为若不是你的恩宠，我们台湾这块土地上的灵魂，我们怎么会有机会认识你这位伟大的救赎主？主啊，当我思想这件奇妙事的同时，更感谢的是你感动了你的仆人，为我的家乡桃园开拓了桃园教会，为这块原本是福音的蛮荒之地撒下了福音的种子，让我们的祖先透过桃园教会蒙受了你奇妙的恩典。而且主上帝，您曾应许说，若是我的祖先爱你，守你诫命，那么你的祝福、你的慈爱要在我们的家族延续到千代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求你亲手成就这美好的应许，在我们桃园教会的每一个家族，我们当中若有软弱、缺乏、跌倒的，我更是求你不要撇下他们。圣愿桃园的每一位神的儿女都被你得着，没有一个被遗漏，因为我们都是彼此的肢体。而且主上帝说过，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；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所以孩子在这诚心的呼求你，愿我们桃园教会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、青年都因你得福。因为若有一位受苦，我就会受苦；但是主，若有一位得荣耀，我也得荣耀。主，谢谢你，因为我相信你要让桃园教会成为一个齐心合一、传福音的教会。主，你曾经说过，那不冷不热的教会要被你吐出去。所以我向你祈求，尽管照你的心意，用那圣灵的火大大挑旺桃园教会，让我们火热起来，为你奔跑，为你献上我们的生命，为的是让福音可以传遍这地。今日我们要用诗歌的美词、音乐来赞美你，因为唯有主上帝配得这大赞美。愿主悦纳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。阿门。接续，咱来为着社青祈祷，咱邀请亚宗来带咱为着社青教会社青来祈祷。
创造天地的主，慈悲的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在万古之先拣选我们，差派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十字架，流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用圣灵重生了我们，使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有永恒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现在也要把教会的青年社青交托给你，为求主你赐给他们有敬畏你的心，能够爱主爱人，和教会肢体彼此相爱，能够渴慕你的话，能够喜欢读你的话，思想你的话，来喜爱来亲近你，向你祷告，常常感谢你，也祈求主你使他们赐福他们，使他们不论做父母的、做儿女的、在工作的，或是在教会的服侍、生活的各个层面，都能够努力的做好该做的本分，靠着你的圣灵，尽量做到好、更好，是做给你看的，是不是做给人看的？能够在这个时代中发挥盐跟光的作用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你，十字架跟随你，荣耀你的圣名，也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门。接下来，咱为着咱教会的新家庭，咱邀请这个建成来带咱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要为青壮年的世代祷告，无论他们在成立家庭，或是正在职场打拼，或是正在创业，甚至在转换或烦恼自己的人生跑道。主要我们要为这群社会的中间分子祈求你的保守，让他们更多的被神得着，因为这是一个实践理想，却也是消磨理想跟梦想的年纪。他们必须思考自己在家庭中、公司中，甚至社会中的位置。他们要负起推动世界的力量，想要改变世界，但是却会被这世界所影响。有些人会迷失在世界似是而非的假道理上，但是要因为神的祝福，这世代的青壮年要逆着世界的潮流，不被世界的潮流所影响，要向着标杆直跑，不要效法这世界，懂得察验你的良善纯全，迷失的羊得以回转向你。祝福他们所成立的家庭，懂得以圣经教导孩子应走的道路，使他一生不偏离。我们祷告乃是奉主的名求，阿门。阿门。接下来，咱来要为着教会的兄弟以及姊妹来代祷。咱来邀请伟明甲秋红为着教会的兄弟以及姊妹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。今天我们特别要用五重的祝福，来为我们弟兄和姐妹来向您祈求。我们相信主，你是爱我们的，你必然会帮助我们。我们今天要从身体的状况、工作的情形、内心世界、人际关系和属灵的眼光这五重的祝福。第一重祝福身体状况，天父上帝，谢谢你爱我们。我要将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身体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。你说，因耶稣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耶稣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求主你医治我们中间身体有病痛的，特别是有重大疾病或是长期的病痛还未得着医治。主啊，祈求你保守我们得到医治，一生健壮，有好的身体和灵命，来为主你做工。第二重的祝福是工作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爱我们。我要将我们弟兄姐妹摆上，把我们的工作交托给你。主啊，你说上帝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求神赐福我们的工作，特别是那些经常需要加班或轮班的，还有那些正在职场上准备转换跑道、寻求新工作的弟兄姐妹，祈求你保守他们，你的恩典满满与他们同在。主啊，你也要赏赐能力给我们，让我们每个人在职场上将你的恩典和福音分享出去。第三重，内心世界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爱我们。你的话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
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求神释放我们的情绪，特别是在灵里有受到捆绑的，内心有心结的，或是无法原谅别人的，求主你怜悯，也教导我们学习饶恕的功课，使我们活出神的爱，也因着饶恕而能领受那从天而来的福气，真正的平安和真正的自由。第4重是人际关系的祝福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爱我们，我要将我们的人际关系交托，因为你说神就是爱，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求神来恢复我们的人际关系，特别是我们与家人的关系。主啊，你圣灵的大能来医治释放所有夫妻还有亲子之间的负面关系，让我们与家人和好。主啊，你也要在我们中间建立坦诚的沟通和相互的接纳，让我们中间如果有任何疏离的友谊，能够重新再建立，让所有我们觉得困难的事得以和平的解决。第5重属灵眼光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爱我们，我们将我们的心灵交托给你。你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特别是要为正在面对属灵征战的弟兄姐妹祷告祈求。主啊，你教导我们如何在属灵征战中要装备好自己，以圣灵公义为衣裳，让我们的眼目定睛于耶稣，而不是满足我们的肉体欲望，让我们有从神而来的保护，能够抵挡魔鬼撒旦的攻击。我们这样的感谢5重祝福的感谢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阿们。最后，咱来为着教会的相连，咱的长辈来祈祷。一只，咱邀请苏贞长老来带咱祈祷。全能慈悲的上帝，愿感谢你的创造，感谢你的救恩。愿伫这今日134周年释教的纪念主日，愿一只来回顾阮的先人信仰的前辈，因安那伫遮拍拼建立你的圣会，一代过了去一代，阮来思想，阮安那来承接先人所交托阮的这个建立教会。虽然阮10000年久，阮也变做老人，总是阮知上帝你的疼，甲阮每一个相连三角之地。阮阁一面来思考老人的意义。虽然阮的身躯渐渐退化衰老，总是阮的性命伫主的保守，日日更新。通过主耶稣基督的疼，甲圣神的帮助，互阮阁较清楚了解上帝赏赐阮生命价值甲意义。伫阮日常读经甲祈祷中，经历上帝的怜悯、慈爱、疼痛甲医治，重新发现阮这老人的尊严。主的保守有喜乐平静的心，做一个平安、温柔、感恩、自由自在的老人，成做平安的使者，将上帝赏赐阮的智慧甲经验，通传承下一代，互做一个人得到帮助。愿安尼搁较来体验着老人是人的，毋是人的负担，是社会的祝福，诚做祝福人的人。求主保守看顾赐福阮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少年，来效法信仰前辈，有上帝同在，持守上帝的道，遵探上帝的旨意，做伙同心合一，回应上帝的呼召，幸福建立教会，互阮的教会成做一个发光的灯塔，照一个四周围，引带侪人来认捌主理，归向主理，做伙见证上帝的疼，因神益人。愿安尼祈祷感谢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。阿们。咱最后用主所教示咱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，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领到，
你的旨意得成，一地人亲像日天里。我的日式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地市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负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接续要来邀请主日学以及咱的青少年来献诗感谢上帝。大先邀请主日学，因要来献诗的即个歌曲，或者耶稣名。互咱后遮的儿童一寡抱仔声好无？是到底有几个？好，咱倒一摆互因抱仔声好无？好，这儿童要引带咱用耶稣名来感谢上帝。
好，因需要咱用普仔声来请因走。看着这儿童足活泼足欢喜，对无？敢有看到教会未来5望？好，接续咱青少年也要用一首诗歌，伊要唱的歌曲叫做《你的爱》，你的爱，要用这首诗歌来感谢上帝过去对咱堂教会的疼。咱请青少年。宇宙万物，掌管一切所有，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，了解我的感受。你说不成天上云彩，打造永恒国度，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，忍受彻骨地上苦痛，身旁欢乐，圣洁光照全地，但一切一再次演练，一再次演练，我最转向你。你的爱如此温柔，超乎我心所想，这样大有万里的益处，金光坐在手掌心上。你的爱如此深切，我知我无以报答，但愿掏空我的生命，学习你谦卑的样式，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。你创造宇宙万物，统管一切所有，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，了解我的感受。你说不成天上云彩，打造永恒国度，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，忍受彻骨地上骨头，你共一生盼望。圣洁光照全地，但一切一再次恩典，一再次怜悯，给我机会最想将你。你的爱如此温柔，超乎我心所想，这样大有能力的主，金光落在手掌心上。你的爱如此深切，我知我无以报答，但愿掏空我的生命，谢谢你谦卑的样式，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。如此温柔，超乎我心所想，这样大有能力的主，金光握在手掌心上。你的爱如此深切，我知我无以报答，但愿掏空我的生命，谢谢
习你谦卑的样式，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。好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恳求你感人欢喜，阮一只向你的祈祷恳求，求你感人欢喜，阮一只用诗歌向你感谢以及呵乐。今年说教的庆祝。虽然无啥物款大型的活动，总是阮用探听主上帝你的话语，以及用祈祷甲诗歌甲你相沟通。恳求主上帝手赐予阮有合一的即个心，有互我同心合一的即个神，伫阮的中间。过去阮做无够野，也是得罪你的所在。求你怜悯，总是未来通教会头前的道路，求主你赐福，求主你引带。愿安尼向你祈祷恳求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咱来吟圣诗第484首，创造宇宙生神上帝。请咱起立。创造宇宙生神上帝，天开天加地，一切生命我开源头，无分大甲小，伊有建立福世团队，春秋来感谢。万国真光照光源，全体的光明。情我基督万国真光，那灿烂严亏。建立渐渐长大身体，做合一教会。我本三听，先做见证，全世界看面。切你相信受事关，爱个和平。上主相信真理主名，恩赐早分口。做你暑假宣扬福音，做切无用，山高
变者，我愿大名，我所变怎样？也来改变我生命，以心灵行头。伟大实现自己，逃办所有受怪心灵，变困受重视，沿海旷野写起部落，唱新歌无尽。万国真光照全地，和万象群星。请坐，奉献。即时请感成即事甲春宴之事。报告，请咱先来念今仔的金句，直到咱众人伫信以及捌上帝的囝来合一，到成一个完全的人，到得到基督的充满来忠诚迄般。以弗所书4章13节，请。直到上帝的囝来合一。是完全的人，到得到基督的充满来忠诚迄般。伫书4章13节，直到咱众人伫信以及捌上帝的囝来合一，到成一个完全的人，到得到基督的充满来忠诚迄般。以弗所书4章13节。咱周报第一面，就是请咱服侍同工来注意咱的服侍，请咱服侍同工，请咱注意咱的服侍。周间的聚会，依然请咱兄弟来注意咱聚会时间。第三也是小组的聚会，
小组的聚会，依愿请咱兄弟注意咱每一区聚会的时间甲地点。奉献的部分，依愿请兄弟来看牢，毋对的部分，则咱中职来更正。消息的报告，本主日就是11月份的第月的点击是长老是于继平长老，执事是赖建成，甲傅芳琪执事。下晡1点，咱要伫701室要召开11月份的定期中职会，请中职来出席参加。会后，咱要煞开小会，请小会员出席参加。第三，中昼12点半，伫6楼的办公室要召开财务部会，请咱的部员来出席参加。下主日11月10号，咱要举办福音的主日。咱伫迄天的2场礼拜要合并来举行，时间是上午，就是下早10点到11点半。共款地点是伫咱的4楼。咱有邀请即个意气发光的协会艺人见证，请咱的会友由愿来带导，并邀请咱的福音朋友来参加。咱中昼伫教会有爱餐甲联谊。教会消息，请各部各团契伫今仔日来交即个缴交行事历、小组甲团契聚会表。第二，请咱这第2点，请咱家己来看。第3点就是107年度的第2学期的即个力学金审查结果如下，也请咱兄弟家己来看。第4点就是2019年的幼幼运动会要来也请咱这兄弟咱家己来看，伊才有报名的时间甲活动的地点。第五点就是咱牧师带领的这领袖呼调甲训练，这个款的自聚会，咱要改伫11月17日下晡1点伫701室，请咱兄弟大家注意这个时间。第6就是圣诞歌会使开始来预定，圣诞歌开始来预定。教会消息就是第97届北大女宣这个女宣道会的年会这请咱兄弟来看一下。其他的消息有愿请咱看，即时咱也要来举行着11月份的这个庆生会，请咱念着的这个兄弟等下来到头前。敬请省略丹格特、陈月凤、王万居、陈佑兰、李梦秀、赵淑英、许阿美、陈淑贞、吕金叶、陈美桃、根志牧师、李英灿、沈景全、陈祖德、郑丽香、简丽兰、李正忠、田丰春、林瑞淑、黄子伦、方秀碧、邱瑞杰、陈维明、陈立文、柯雅芳、洪子璇、黄秀娟、王淑芳、彭瑞莹、许峰恩、陈雅婷、梁静豪、赖淑芳、陈恩如、王振林、张佩佳、黄子燕、刘玲瑶、黄李秋香、潘摩西、陈梅君、吴怡芳、陈婉玲、黄运竹、刘子仁、李寻谦、黄亮渊、赵令伟、黄腾义、郑雨桐、沈承德、赖和谦、彭国斌、蔡乃平、于明月、林嘉和、林嘉文、郭玉娇、黄德轩。以上念到的兄弟，请咱来到头前。
好，咱一面来写感谢的话吼，啊，牧师一只一面来介绍甲补充报告。遮有一位啊，这是宜家带来的即个朋友 Joseph， 敢有伫这个中间啊 ？Joseph， 咱拍拍大欢迎。好，啊，咱看遮咱四周围，敢有第一届来到咱中间的人。好，邱玉兰姐妹是倒位？人是倒位？好，伫即个影片内底啦，拍破啊，大家欢迎。好啊，牧师倒一只邀请，原底今仔日是有即个领袖训练啦，吼啊，不过有会议的即个关系，所以煞来到即个11月17，吼，11月17。以上一只做即个补充。咱的卡片吼，啊，即马你若写无了吼，等下礼拜结束会当继续写，啊，才来倒满，安尼好无？吼，因为等甲恁写了，礼拜可能袂结束啦吼。请咱来吟上营第399首。愿上主大忍耐。咱吟诗煞，要请牧师来甲咱祝祷。请咱起立。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信神的相通引带，愿三位一体上帝你的神帮助阮，互阮同教会来学习合一，伫即个主耶稣基督的内底，互众人对同教会来成做耶稣基督的形象。通荣耀主上帝你的名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，阿门。遮济祝歌。
角，逆倒。平安礼，请咱现在起立，你厝边的人讲，耶稣听你。